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，咱今仔日阁会当三甲主持做伙，伫个上帝圣殿来聚会，嘛真欢喜，伫今仔日的这期，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平安喜乐健康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赏赐咱每一个人拢有妈妈。咱即时要进入咱的礼拜，三甲来祈祷。信实慈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会当有份来到这个圣殿，也是伫个山顶来敬拜阿乐你。阮大大感谢你，赏赐阮每一个人拢有妈妈，因为你的恩典，你的疼，互阮有一个坚强佮温柔的妈妈。阮无论因是毋是伫阮的身躯边，也是受你温调伫你遐，阮拢犹原笑脸。阮嘛要将疼的心行出来，特别是要活靠主，活靠圣神的充满来行来做，互阮来常常仰望你，行伫你恩典的路。阮也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，恳求圣神充满带领阮的服侍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这大声！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是母亲节，毋过除了要来庆祝母亲节以外，咱嘛是爱来到教会，咱来到教会就是嘛爱来敬拜咱的上帝，对，嘛要来领受伊的话。那大新阮咧先来唱第一首是台语的信息。信息198首，乐称呼至大上帝。小等第1节到第3节，咱做定时来唱。第4节请兄弟念，第5节请姊妹来念。第1节。乐称呼至大上帝，你名流传万世，你将因更百世的天，真正伟大记忆，你对向明的大雷电，演出奇妙灵灵，你将灵灵也来显明，为何对的情节？第3节。也嘛看主所造的天，你摆列为甲市，人是生你的少年你，也关顾伊家里。第4节，请兄弟来念。伊必天使小看较输，尊严免流拢有。你设立伊管理一切，万有系伊开的。第5节，请姊妹来念。陪鸟走收海内的鱼，拢总降服伫伊。宇宙主宰至大上帝，你名流传万世。这首信息的诗歌内底有写着，上帝伊是创造天，佮排列月甲星的心。咱人虽然咱人的身份佮比天使较细，也毋过伊也是赏赐咱人会当管理这地上的一切。
阁守守咱人有尊荣甲免流，所以咱伫遮就该阁较应该爱来敬拜阿罗咱的上帝。咱阁重新来唱第1节，阁有第4节，阁第5节。阿罗亲我一大上帝，你名流传万世，你将因光摆世的天，真正伟大的义，你比天使小看卡数，尊严免流浪有，你是你一团的一切万物的依靠的，为叫早修海来的鱼，拢总行好的义，有着主宰一大上帝，你名流传万世。一首诗歌是一首华语的诗歌。咱的上帝，因为伊疼咱每一个人，所以伊找伊的圣囝来到这世间来，会替咱赎罪。所以咱嘛要全心全意献上咱的爱来回应伊。我们在这里敬拜，要来将我们的敬拜都献上来给我们的神，他是那慈爱我们的。我们先邀请弟兄来唱。我在这里敬拜，我在这里献上我的爱，全心全意，全然爱你，你是那爱我的天父。换姐妹来唱。我在这里敬拜，我在这里献上我的爱，你的恩惠，你的慈爱，一生一世追随着我。我们一起来唱，献上我心。献上我心，献上敬拜，献上我的一切，我的一念，你是阿爸父，献上敬拜。献上我最深的爱，天地都要过去，你爱不变，不曾放弃我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将你的恩惠、你的恩典，一切都赐给我们。我们要尽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敬拜，我们要来跟你说，我们爱你。我们再从头来唱一次。我在这里敬拜，我在这里敬拜，我在这里献上我的爱，全心全意，
献给你。我的一片，你是阿爸父，献上敬拜，献上我最深的爱，天地都要过去，你爱不变，不曾放弃我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要跟我们的神说，主啊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当我青草地上，安歇水边，享受你同在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使我灵魂苏醒，安慰我心，恩膏我生命。我在这里敬拜，我在这里敬拜，我在这里献上我的爱，全心全意，全然爱你，你是那爱我的天父。我爱你。请咱安静心来准备今仔日的礼拜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佑伊的所做，着伊吟诗，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，着因为伊的性命来夸口。
找求耶和华的人，心内着欢喜。说者要来吟诗，信诗第157首。信诗157首，我幸无救主耶稣。我幸无救主耶稣，因为罪恶满满，心肝黑暗有犯罪，灵魂若死一半，爱伫清气的水泉，互我罪过洗清，是对基督的保护得到赎罪真实。请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。这是要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第9部的第2面，现着咱做阵来读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里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当做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。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启应，这是要来启应。启应文第25篇。
启应文第25篇就是诗篇103篇。伫信心后壁面，显着咱做阵来启应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伊救你脱离死亡的深坑，伊用逐款好物，互你一世人满足。上主施行公义，上主有慈悲有仁爱，伊袂久长责备，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。天离开地有偌悬，东离开西有偌远。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？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。人类，因的性命亲像草，风一下吹就消失。毋过，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，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。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，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话。恁拢着称赞上主，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驶啊！伫伊掌权大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，恁着称赞上主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吟诗，即是要来吟诗198首，198首。乌落称呼一大上帝，乌落称呼一大上帝，你名流传万世，你将阳光摆设伫天，真正伟大奇异。请起立来吟全首。乌落称呼一大上帝，你名流传万世，你将阳光摆设伫天，真正伟大奇异。你对乡民的大对地。奇妙能力，
济。即时，咱同心额头来祈祷。慈悲疼阮的天父上帝啊，全能的主宰，你是现在伫地、早伫地、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上帝。你是阮生命中的真理，人生的真光。阮爱来称赞学罗你的性命。即时，阮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。伫过去中间，阮所讲、所做、所行的，一定有所在来得罪你。恳求主，你伫即时会当将圣灵充满伫阮的心，互阮了解阮做了啥物代志来得罪你。互阮会当真心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。嘛恳求主帮助阮，无搁犯共款的罪，会错误来得罪你。伫即个世上有足侪所在，有饥荒，有战争，有逐项的灾害。恳求主帮助伫遐的患难中的人，互因会当得到帮助，嘛毋免得到遐的伤害。互因的心会当得到安慰，阁有平安。嘛恳求主带领阮的教会，将阮所有的事工拢摆列伫你的面前，而且是照你的旨意来行。互阮即个教会伫即个目屎即个所在，会当诚侪遮个所在的帮赞，嘛会当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你。今仔日是母亲节，感谢上帝赐阮伫即个地上有爸母来照顾阮，陪伴阮成长，互阮支持、安慰，阁有鼓励。愿主你手赐每一个爸母拢有健康的身体，保守因出入拢有主你的保守甲同在。主啊，伫即个世上无一项是你毋知的。你是大有能力的上帝，你是阮的帮赞，阮的盾牌，阮的避难所。感谢你一直陪伴伫阮的身边，互阮恳求主，互阮会当亲像你疼阮共款嘛爱你，时时思想你的话，嘛诚做阮身边每一个人的帮赞。愿即时咱所求的一切是照你的旨意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免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求赐。是要来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20章第1节到第7节。创世纪第20章第1节到第20章第1节到第7节。伫旧约第一汉语本旧约的头前。现着我来读。阿比拉罕对遐渐渐人风煞去，住伫加底斯甲苏尼的中间，寄居伫基拉尼。阿比拉罕讲到伊的某撒拉，就讲是我的小妹。基拉尼王阿比米勒找人将撒拉带去。暝时。眠梦中，上帝来，甲阿比米勒讲：“你是该死的人，因为你所娶迄个妇人是人的某。”
比美咧也未穿裙衣，就讲：主啊，惊伊的百姓，你也要灭伊嘛？迄人敢毋是本身对我讲，伊是我的小妹嘛？就妇人也本身讲，伊是我的兄。我做即个事是心端正，手清气。上帝伫梦中对伊讲：我本知你做即个事是心端正，心中端正，我才阻挡你，免伫你得罪我。所以我无容允你蒙着伊。但你着将即人的某行医，因为伊是先知，伊要替你祈祷，你才会活。你若毋行医，你着知，你甲你所有的人拢伫要死。读圣经到遮，只是要请少年团体来献诗，因要献的诗是《欧罗耶和华》。即是要请科牧师来讲道，伊要讲道的题目是阿比拉罕伫受啥物？各位亲爱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母亲节，伫遮要祝在场所有的母亲，母亲节快乐。母亲真辛苦，恁知影安怎辛苦无？来，咱少年团契，毋知吼，好。对母亲开始知影，伊的腹肚内面有恁的时阵，有咱在座每一个人的时阵，母亲的身体就开始成就一个真无简单的任务。
母亲怀胎10个月，你不知道这10个月当中，其实这个妈妈她的辛苦，其实是一般的人无法去体会到的。把你生出来之后，养育、照顾，一直到我们成年长大，母亲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她所付出的，也是超乎我们一般人所能想象的。所以，伫遮要所有的母亲，祝恁母亲节，互恁拢有对上帝遐来的平安甲喜乐。祝恁每一天、每一个时刻，恁的一生拢有上帝的同在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拜上帝伫你面前，我很感谢你，互阮伫每年的这个时刻，伫5月份的第2个礼拜，我会当来孝念、纪念、庆祝母亲，因为因辛苦的付出，互阮每一个人才有这个成长、长大的这个机会。愿主你看顾所有的母亲，互因拢有上帝保护甲看顾。这时刻，我嘛恳求信心伫阮的中间，互上帝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助，帮助阮伫阮的生活中活出你的模样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最近，搁一届咧读一本册，这本册是咧讲有关伫讲话甲艺术、讲话迄个技巧的一个方式，就是讲讲一句话用无共款的口气，也是讲头前后壁加上一寡语助词的时阵，其实所讲出来迄个话就无共款的意思。咧讲的时阵，嘛会讲出一寡你无共款的状态，以及会当表达出你话语中的意思。比如讲，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或者是说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这2句其实意思就不太一样了。或者是，你现在在想什么？你现在在想什么？如果口气再严厉一点，那就是一个责备了。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晃神。人家会说你在想什么？你听不见我在跟你说的话吗？这个好像是太太常常对先生讲的哈。无论安怎，一句话的表达，常常都会当互人去听到无共款的意思。今仔日，咱所读的这个圣经创世纪第20章，在这个故事的内面，这个时刻。阿伯拉罕伊的心内到底咧想什么呢？对哈兰的迄个时刻，阿伯拉罕互上帝所呼召，伊开始行一个伊毋知头前路站有甚物款的情景的即个旅程的时阵，阿伯拉罕内底伊心内所想的是上帝所对伊讲的话，伊心内所想的。可能是上帝亲身应允伊所讲遮的话语，有可能阿伯拉罕迄个时刻，伊抱着一个真期待，搁一个真冒险的心情，伊出发向前行。所以当阿伯拉罕行到一个所在，伊就伫迄个所在来起祭坛献祭，来敬拜上帝。每一届阿伯拉罕做这个动作，就是为着头前迄段伊的旅程献上一个感恩。阿伯拉罕行到迦南地的南部的了后，咱看到圣经描写伫迄个所在拄着饥荒，所以阿伯拉罕就牵线往南行去到埃及。当阿伯拉罕要进入到埃及进前。伊做了一件代志，伊对伊的某讲：“你是一个真水的查某人，埃及人看到你是我的某，因就会甲我杀，然后留你的性命。”亚伯拉罕
对他的妻子这样子讲：如果埃及人看见你的美丽，就会将我杀害，而留下我的性命就会不见了。所以亚伯拉罕甲伊的某讲：你爱甲别人讲，你爱甲埃及人讲你是我的小妹。那呢，因为你的缘故，我的性命就会当保存落来。因会好好来对待我。亚伯拉罕为着家己的缘故，伊担心家己的性命受到危险，伊做出这款的代志。埃及王嘛，因为将伊的某掠去，上帝降落灾祸。埃及王发觉到亚伯拉罕欺骗了伊。就紧紧爱亚伯拉罕离开埃及。咱若对创世纪头前咱所读过、咱所看过，亚伯拉罕伫这个整个的旅程的中间，伊经历过因为各样的问题，甲伊的地理、甲伊的路程有发生一寡争执，所以因分开。嘛，因为有战争的缘故。伊将伊的侄儿罗德抢救回来。上帝甲亚伯拉罕用限制的方式来立约，但是伫整个的旅程的中间，亚伯拉罕看袂到上帝应允的临到，所以真主张他自己做决定，跟他的太太撒来，让那个婢女夏甲怀孕生子。这个决定产生了冲突。随后，上帝再一次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并且用割礼作为记号，而且帮他改名叫做亚伯拉罕，就是要确认这个应许必定会实现。但是，在咱信仰的历程的内面，咱是经历过无同款的事件，在咱经历这些事件中间，咱会去看到，会去察觉到上帝的带领与赐福。在每一个事件内面，咱怎我都在事件中间去看到上帝怎样引带带领咱每一个人。那呢，咱才有法度去真实甲上帝相拄。所以今仔日咱读到创世纪第20章的时阵，我咧想亚伯拉罕当咧这个相信、信靠的这个过程中间，而且中间上帝拢甲伊同行。当亚伯拉罕经历这个代志，伊敢真正相信了上帝应允吗？伫上帝咧毁灭所多玛、俄摩拉，上帝毁灭这2个城市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继续的往迦南地的南部去移动，到了加底斯与苏珊之间，就是今天我们经文所读的基拉尔这个地方。伊暂时住伫迄个所在，伫这个基拉尼王阿比米勒的这个管辖的所在，这个时刻，亚伯拉罕却对别人讲伊的某撒拉是伊的小妹。伊佫一摆别人安尼咧讲呢，所以别人就听到亚伯拉罕对我所讲的这种讲法，就互阿比米勒派人直接就将伊的某撒拉带走。伫古早迄个文化中间，女子也未出嫁进前，其实女子伊家己无迄个，家己有迄个权利，讲我要嫁什么人，无，是伊的老爸才有决定，才有权去决定做这件代志，将伊的查某囝嫁予什么人。若是老爸无伫的，就互伊的兄哥来决定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
应该是阿比米勒无得到阿伯拉罕的同意，就将撒拉带走。阿伯拉罕其实伊甲伊的某同意，互相用兄妹的即个称呼来彼此称呼。伫外人的面头前，因安尼咧讲。阿比米勒将伊的某带走，即个原因就是安尼。即个情景，是毋是甲进前伫埃及的迄个时阵所发生的代志是共款的？头前已经发生过啊，即马搁一届。阿伯拉罕到底是怎样啊？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到底又怎么了？同样的事情，他再让它发生一次呢？难道亚伯拉罕忘记了在埃及那个时候的事情吗？他难道忘记了埃及的王受到亚伯拉罕说法的影响，误判就将撒拉带走？咱嘛知影，上尾埃及王互阿伯拉罕真侪羊、牛、金、银，互伊带走。而且上帝亲身出手，互埃及王伊甲伊国内的人，拢受到灾害。迄个时刻，阿伯拉罕才法度将伊的某搁带回来。敢讲阿伯拉罕真正袂记得埃及所发生的这件代志吗？敢讲阿伯拉罕伫这个路程的顶面经历过遮侪大大小小的代志？伫这个过程中间，上帝一届搁一届甲阿伯拉罕讲伊一定会应允，互伊实现遮所是要实现的一切，就是要互阿伯拉罕。后摆真正真侪国的败即件代志，阿伯拉罕敢袂记了吗？但是阿伯拉罕伊所表现出来的是，敢若是伊敢若无啥相信上帝一定会互伊有即个好事，而会互伊真侪国的败。但是上帝真明确甲阿伯拉罕甲撒拉讲伫明年的即个时阵。撒拉伊要生一个囝，你爱甲即个囝取名叫做以撒。而且上帝甲阿伯拉罕立约呢，讲以撒甲伊以后的遮的子孙，拢要甲伊立即个同款的约，即个约是永远有效的呢。上帝已经遮尔明确的表示啊，讲上帝应允一定会进行的。这是一个进行式，虽然应允还没有看见，还没有完成，但是它却是一个进行式，正在实现的一个过程当中。那呢？阿伯拉罕为什么伫这个时阵，伊阁要称呼伊的某称做伊的小妹呢？上帝要应允的代志，到底是什么？阿伯拉罕嫌唔知吗？对阿伯拉罕来讲，因翁仔某无囡仔，但是上帝讲将来一定会互因有后代，因就无法度生。上帝阁讲你一定有，若是你会怎样看待上帝所讲的这个话呢？伫咱每一个人。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，我相信我们都会向上帝祷告，我们都会向上帝祈求。但是我们所求的，上帝真的会应允吗？或者是我们换个角度来说，就是上帝向你所说的话，你会相信吗？特别是上帝对你所说的话里面有所谓承诺或应允的这个内容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？当你听到的时阵，你会怀疑呗？最近牧师咧灵修的时阵，
伫每一届灵修的内面，我拢互信心提醒一件代志，就是有侪人会在找牧师来讲话，牧师对因做个人的服侍的时阵，其实我常常用一种方式来对因，来帮助因。但是信心甲我提醒，你毋通干那用一款，你袂当干那用即个方式来帮助人。你要照着对方的需要，会当用灵命更新、用善意完形、用智商协谈等等遮我所受过装备的方式，来帮助对方伫伊所面对的状况的内面，互因甲上帝相拄。当对方若咧经历到一遮的代志，也是因的情绪，信心甲我提醒，毋是你要去解决的，因为因拢伫上帝的手中。当我有信心提醒的时阵，我更较明白，我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。我无应该咧服侍对方的时阵，互对方失去焦点。应该互对方的焦点伫上帝的身躯顶。咱每一个人，咱拢有领受到上帝对咱的应允。那呢，对上帝的应允要实现进前，咱要知影，而且要完全相信上帝。只有真正相信，才我都看见。才有都经历到上帝所应允的代志，但是常常咱拢互周围遮一切事物、环境影响，直到咱无法度看到上帝伊要应允的一遮的代志，所以咱无法度一时就完全来相信上帝伊要临到遮的恩典。那呢，亚伯拉罕。就是互环境所影响啊！伊互环境所影响的时，伊咧想什么呢？当阿比米勒带走撒拉，上帝介入警告阿比米勒，伫伊的面梦中对伊来显现，所以阿比米勒就伫即个梦的内面，甲上帝对话。上帝对伊讲。你该死啊！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讲，你害啊啦！因为你带来这个女子，这个妇人人，伊是有丈夫的人，伊是人的某。加在迄个时刻，阿比米勒也无亲近撒拉，所以阿比米勒就为家己来辩解，讲伊是受到亚伯拉罕的欺骗。伊是无辜的，而且撒拉伊阁家己承认讲，伊是亚伯拉罕的小妹。因为安尼的信息，互阿比米勒伊家己认为我问心无愧啊，我没有做错事情啊。但是这无法度为伊无经过亚伯拉罕的同意，无正式的迄个讲娶某即婚嫁的过程，伊就将撒拉带走，伊安尼会当讲我无罪。上帝伫迄个时阵已经决定，要互阿比米勒甲伊厝内底人无法度生育。所以伫梦的内面，上帝回答阿比米勒讲，上帝顺着阿比米勒的话讲，你感觉我问心无愧，这句话是顺着亚比米勒他的话在讲的，但是并不代表上帝同意他所说的一个观点，因为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有一种反讽的语气，说可能是那个语气是这样讲的，说你做这个事啊，可真是问心无愧啊。你做这项代志，敢若是真正有道理吗？迄是因为我甲你主动，免得你敌视我，所以我无互你
来侵犯撒拉伊。这是上帝对阿比米勒所讲的话。上帝继续讲：你要将这个妇人归予伊的丈夫。伊的丈夫是一个先知，伊的丈夫是一个咧传达上帝指示的人。伊的丈夫嘛是一个为人代求的人。伊会为你祈祷，互你袂治到死。若是我安尼甲你警告，你犹原无要归还即个妇人人，那呢，你甲你的百姓拢要死。阿比米勒伫暗暝的困眠中间，互上帝警告甲提醒。所以第二天早起，伊就将即项代志，甲伊所有的即个大官来讲，大家拢真惊，惊上帝来处罚因。所以阿比米勒就将阿伯拉罕调来，用责备的口气甲伊问讲：你为什么安尼对待我？可能口气比我即摆咧讲的搁较歹。可能伊咧讲的是：我什么时来得罪你啊咧？你互我甲我的国家陷落伫即个罪恶中间，至到灾祸要临到，你做了什么无应该做的代志呢？当王连续煞咧责备阿伯拉罕，阿伯拉罕可能伫迄个时刻，伊阁惊，抑阁心中抑阁有即惊兄弟的。王甲问：你是看到什么，你才做即项事咧？阿伯拉罕回答啊，伊的理由甲进前伫埃及迄个时阵的理由差不多，拢要共款。但是伫即个所在，阿伯拉罕特别强调一件代志，就是在基拉尔的人，他们并不敬畏神，会为了将撒拉抢走就杀掉他。这是阿伯拉罕第一届去提到，去讲到，撒拉是伊共爸过母的小妹。伫迄个时刻，当阿伯拉罕要甲撒拉讲你是我的小妹时，是用一个命令的口气。伊讲无论伫倒位，你也拢讲我是你的兄哥。那呢，你照安尼讲，就是对待我一个真大的恩情啊！阿伯拉罕为什么一直咧讲即件代志呢？因为伫迄个时代，伫阿伯拉罕迄个时代，伫伊周围遐的部族、遐的族长，会定定带着因的部族的人，去到另外一个部落去杀人、抢人的某。所以阿伯拉罕对即个情形是真惊的，伊是要为着保全家己的性命。当阿伯拉罕对哈兰出来，当伊咧移动咧迁徙的即个过程中间，虽然伊知这是上帝呼召伊来向前行，虽然伊知影上帝甲伊同行，甲伊做伙，但是伊真惊别人因为伊的某的关系，会将伊抬去，互伊失去性命。这个是阿伯拉罕伊性命中的议题。所以，咱若安尼来看的时阵，当阿伯拉罕还未受到上帝呼召，开始伊的旅程进程，迄个外在的环境就充满着即种混乱的情形。即种情形，当伊还未离开哈兰进前，即个混乱就已经存在啊。我想，阿伯拉罕即个性命的议题，伫即个时，伫伊还未离开哈兰进前，就渐渐形成啊。所以，当阿伯拉罕离开哈兰，即个议题伫过去，伫伊的生命中并无显明。所以，一到埃及的时阵，就显明出来啊。到基拉尔即个所在，再搁一届唤醒起阿伯拉罕迄个内在的惊吓。所以，当伊咧面对基拉王阿比米勒的时阵，阿伯拉罕选择
隐瞒即个实在，撒拉是伊的某的即个真正的情形，伊隐瞒起来啊！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，咱的生命中间，拢有无共款的议题。有可能咱会亲像阿伯拉罕共款，对失去生命有惊吓。所以，当咱咧面对咱家己的状况的时阵，我们要先了解自己的状态，知道自己现在害怕失去生命的这个恐惧。我们要先知道，因为你要知道之后，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，你才能够进入去探寻我为什么害怕恐惧，然后我们才能借由圣灵的帮助，进入到我们内在，去寻找到我们那个恐惧、害怕起初的那个让我们害怕恐惧的人，让我们恐惧的事，或者是什么样的物，造成你现在对失去生命的这个议题，你会害怕。咱才有法度来挖靠上帝恩典，挖靠耶稣基督的疼，才有法度将这个惊吓对咱的内面刷出去。那呢？咱才有法度互耶稣基督的疼充满伫你的心甲你的灵的内面。生命的议题有时候不会外显出来，不会表现出来，但是有时候在某一种情况底下，就会被触动而引发出来，而那个时候就必须让上帝来带领，带领我们来了解自己的现状，让我们可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胜过生命中的议题。第3年外前，我对于美国回来台湾的时阵，我抓住家己伫美国已经互上帝调整好啊。我以为我在那边已经被上帝调整改变好了，但是事实上还没有。因为当我要回来台湾之前，我还是用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方法，我来安排我前面的道路。我用人的做法，我用人的想法，认为这是好的。当我咧安排这所有一切时，我想啊，这是上帝为我开的路，上帝为我安排。上帝让我回来台湾了，我会当真顺利。总是伫迄段时间内面，我阁拄到同款的问题，表示我陷还阁伫迄个困境的中间，陷落伫迄个内面，无法度真正脱离。因为迄个情景，那样的一个场景，跟之前在美国所遇到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，非常的相似。伫迄个时阵，我问上帝讲：为什么？你毋是伫互我伫美国的时阵，你是将我调整好啊吗？为什么我转来，还阁是拄到同款的问题呢？后来我才明白，我是用人的想法，我毋是照着上帝的心意。所以后来我调整家己，我叫上帝来亲身调整我，互我当真正来挖靠信心，无阁用家己的想法。我毋是用人的想法，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行。当亚伯拉罕决定要回应上帝对伊的呼召，爱伊离开老爸的厝，爱伊离开老爸的保护，外口行一个毋知未来的这个路程的时阵，其实伫迄个时刻，亚伯拉罕生命中的议题，这件事，这样的一个生命议题的事件，立刻在亚伯拉罕的灵里面响起了警报。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，他就做了一个决定，
他这个决定就是他要跟他的太太撒拉以兄妹来相称。虽然亚伯拉罕做这款的决定，但是上帝定义要使用伊，上帝定义要实现对伊的应允。所以当应允伊要实现的这个时刻，这个议题并无亚伯拉罕并无处理无解决，所以亚伯拉罕犹原爱面对伊所惊吓的代志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毋知伫恁的生命内面，敢有即种同款的情景，一届搁一届出现的迄个时刻无？若是有，其实咱有一个敏感度，咱知影讲家己还未经过即个生命中的议题。那呢？你是用家己的气力来面对呢？若是你用家己的气力来面对的时阵，就无法真正的来解决所面对的问题与状态。那么我们就要改变。咱来改变，无搁用家己的方式，无搁用家己的气力，咱来互上帝、互耶稣基督、互信心来帮助咱。咱来恳求上帝，互咱智慧，互咱稳定。毋通搁用家己的方法，用人的想法，才有法度脱离迄个困境的中间。所以，当你咧拄着困境、拄着挑战，你是要家己来掌握，也是你要安怎做呢？有时咱会想讲，我会当啊，我继续啊。但是咱犹原无法度脱离迄个困境。伫諮商协谈内面有一句话讲，那就是还没有走到最后的尽头。所以咱人定定爱行到上尾无路通行的时阵，咱才愿意放手，互上帝来带咱。因为咱认为家己也有法度赢过面前这所有的挑战。但是，咱是跟对耶稣，咱是互信心来引带，咱是相信上帝咧带咱头前每一步的人。所以，只有咱愿意降服伫上帝面前的时阵，将那个主控的权交还到上帝的手中的时候，你才能获得那个真正的自由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无论你咧想什么，无论你现在咧想什么，无论你有听到你有听到上帝咧对你讲话也无，无论你要想讲我要家己来的时阵，我要找人来帮咱的时阵，无论你即马内心内底你咧想什么，你愿意照着上帝的心意去行无？当你若愿意，将这个主权交出去，互上帝来引带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，阮知，阮会倚靠家己的才能，阮会倚靠家己所知的一切，阮会去找侪的资源，互阮咧拄着困境的时阵，阮要来脱离迄个困境。总是这是人的方式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当明白你对阮的心意。当阮还未看到你的恩典，还未看到你的应允实现进前，我会当无倚靠家己，阮只有单单来仰望你，单单来倚靠你，恳求信心的帮助，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，了解你的心意，互阮将这个主权，毋是掠伫阮家己的手中，是交伫上帝你的内面。无论阮咧想什么，阮拢愿意降服伫上帝你的旨意的内面，帮助阮过一个合上帝你心意的生活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即是要来吟诗，信诗第580首，信诗580首。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喙着吟诗。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喙着吟诗。感谢主上帝大仁义，伫即时学老，伫眠时我感谢。安尼好势也无够夜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嘴着吟诗，感谢主上帝大仁义。伫日时学老，伫眠时我感谢。安尼好势也无够夜。我心大惊讶，我只好的无情，犹原念你遐拢无惊，一嘴走无你欢喜怎冤气，互阮单单感你当欢喜。旷野大沙漠，我有时行的路，伊是我心事真艰苦。虽然对你来，我看起高天笑，也求主互我通救。万民着亲近我的主，我认久。声音真好听，比阮输。天山高这日，当欢喜主大声。哦罗我的主，成全命。我心中幸福大仁爱，主耶稣，你听我的话，开我路，真理甲我命，只有你会受事。我欢喜感谢你姑姑。请坐。即时咱要用奉献来回应主的恩典。
请坐。即是要来报告。伫报告的大心，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伫周报的第2面，来读今仔日的经句2摆。既若爱夸口的，就因为即个来夸口，就是伊捌我，知我是耶和华，行慈爱、公平、公义、伫地类的。因为我掠遮个最欢喜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耶利米书第9章第14节。既若爱夸口的，就因为即个来夸口，就是伊捌我，知我是耶和华，行慈爱、公平、公义、伫地里的。因为我掠遮个最欢喜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耶利米书第9章第14节。咱掀开周报的第3面，下周的圣工分担。下周的圣工分担，领唱曲是潘美燕长老，司礼嘛是潘美燕长老，司琴是陈佑新姊妹，献诗是圣歌队，司献是曹明祥执事甲郭金敦执事，交台是曹明祥执事张世新弟兄，音控是陈佑珍甲周洪邦弟兄。欢喜礼拜的，请家己来看。下周拜三的聚会内容，早间祈祷会，经文是撒母耳记上卷第22章，主理是科布斯，甲司会是赵以诺长老。下礼拜的主日内容，第一礼拜经文是创世纪第21章第5节到第7节，阁有14节到18节。题目是诚做大国，主理是科布斯。欢喜的内容，信息阁客运的内容，请家己来看。先到周报的第6面，教会的消息报告。第一点是，今仔日是母亲节，感谢每一个妈妈的辛苦，所以教会有准备一个礼物要送互妈妈。稍等，若是礼拜煞，请妈妈会当去楼骹登记领取。咱要为着在座遮所有的母亲，你举手莫徛起，举手者。在座你是母亲的举手，好，来手放下。我为恁，咱做伙来为遮所有的母亲来祈祷，来咱同心为着因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赏赐阮，互阮来到这个世间，是因为有母亲怀胎10个月。阮知伫这10个月中间，母亲伊伫身体顶面所承受遮的变化，身躯所承受遮的压力。主啊，你互因真正有真坚强的即个心，互因有一个勇健的身体，才有到互阮出世来到即个世间。愿上帝你亲身纪念母亲怀胎10个月即个辛苦，嘛纪念因当阮出世来到即个世间了后，因养饲阮、教导阮，互阮的性命，互阮的人会当真正实在。来照着因所养饲的来成长大汉，愿主纪念因的辛劳，愿主你过去安怎恩待祝福伫因的身躯顶，只是个恳求上帝你的平安、你的喜乐，有缘伫因的身躯顶，加倍加添伫因的内面。愿主祝福在座所有的母亲，互因每一天拢享受有对你兄弟真正的平安甲喜乐。互因一生拢有上帝同在保护甲看顾，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咱的少年团契要送花互咱在座的母亲吼，来，少年团契麻烦恁。
愿上帝赏赐咱所有母亲，伫今仔日拢有平安喜乐、勇健的身体。愿上帝赐福恁平平安安，直到每一天的时间里面。我这是要邀请咱在座其他的兄弟姊妹吼，坐伫恁边仔拢有妈妈，拢有母亲吼，莫歹势对因讲，爱回头对因讲哦，前后左右对因讲哦，你是今仔日上水的母亲，来。祝每一个妈妈吼，拢母亲节快乐。好，咱继续来报告。第二点是，教会要找一位摒扫的人员，若是有意愿要来做这个工课，会当找干事来甲伊讲安尼。第三点。就是下主日5月21号下晡1点到2点，有心灵主日学的课程。伊的主题是单纯的亲善大使安德烈。地点伫地下室1楼。老师是全嘉玲老师。有准备简单的中昼顿，若是要参加的下礼拜当去听安尼。第4点。5月21号到5月28号，教会有洗礼前的信用课程。若是有想要洗礼、跟信礼，也是你对这个信用有兴趣的无道友，拢会当来参加，会当甲干事摕迄个资料来写完了后，当将资料交互牧师。今仔日敢有新来的朋友？今仔日有一位新来的朋友，伊叫冯秀蝶姐妹，伊是伫后壁，是心理执事介绍的，伊嘛有伫教会参加。迄是叫据点哦，对，迄个据点的活动，请者欢迎你。阁有一位是足久无回来的，迄个郑吴玉老姐妹的女儿，那个桂梅姐妹，她们夫妇，他们从美国回来了，欢迎他们，很久没有回来了。好，一雄，欢迎你。教会集体交通阁有大道，阁有奉献的内容，总请家己来看。
这是要来吟诗，信诗396首，信诗396首，搭尾线会求主祝福。祝祷，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五万甲慈爱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。咱彼此请安。除了教会有准备礼物了以外，少年团体嘛有准备一个对小点心手工的那个日本的蕨饼，那就是等一下大家礼拜结束，就是也可以到1楼领取。